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復康巴嘅固定路線服務。顧名思義，固定路線服務就係固定於平日星期一至五喺早晚繁忙嘅時段，為需要搭車返工返學同埋接受訓練，包括展亮職業技能訓練、明愛樂務嘅職業技能訓練、各大工場、日間展能中心等等，提供定時定點嘅接載服務。佢嘅服務時間係由星期一至五上晝6點半至10點，下晝3點至7點；星期六上晝6點半至10點，中午12點至2點，下晝3點至7點。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使用固定路線係有一定嘅規定嘅，就係每個星期要使用5程或者以上先可以申請。首先要註冊成為復康巴嘅客戶，咁大家喺另一條片就會睇到點樣能夠註冊成為呢個復康巴嘅客戶噶啦。成為復康巴客戶之後會有一個客戶嘅編號，攞咗呢一個客戶編號你就可以上復康巴嘅 iComs 網頁或手機應用程式申請。當然啦，如果你唔係咁熟悉電腦嘅操作嘅話又或者一見到電腦就會頭痛嘅，咁都可以下載固定路線嘅申請表 FES01C， 用紙本申請。由於你喺申請註冊客戶嘅時候已經交晒所有嘅證明文件，所以喺申請固定路線嘅時候你只需要交呢個身份證副本啦、殘疾證同埋付費嘅方式。如果你用八達通付款嘅話咁你就要提供八達通嘅號碼啦。如果啱啱註冊成為呢個客戶，甚至唔需要重複交文件添。如果你喺申請嘅過程裏面有任何疑難，可以致電復康巴28246500，順序按12220就可以聯絡到佢嘅客戶服務員噶啦。只要你接觸到呢個客戶服務員，咁就咩問題都可以解決啦。咁收費方面又點啊？因為復康巴係有政府嘅資助，所以嘅費用係非常之平嘅。如果你係唔過海嘅話每個月只係需要184蚊。如果係半月費嘅話只係需要92蚊添啫。如果你係過海嘅話每月只係需要264蚊，半月費只係需要132蚊。咁咩叫全票？咩叫半月票啊？全票係指乘搭6次以上，半月票就係指乘搭5次或者6次。通常固定路線會喺每年嘅7月、8月重新編車線，所以係最好入線嘅時機嚟嘅。如果你喺中途入線嘅話咁樣喺短時間裏面就唔一定有位啦。如果係有位嘅話只係你幸運啫，即係話某條路線啱啱好有位，佢哋能夠安排到俾你入線，咁你就真係幸運啦。